分體冷氣機的水，即日專人快速處理、深層清洗，立刻止漏分體冷氣機的水，為何不能忽視？分體式冷氣機的水問題不僅影響生活品質，更可能引致牆壁霉菌及電氣安全風險。冼冷氣通提供即日專人快速上門服務，透過專業深層清洗立即解決問題，保護你的家居環境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冷氣機的水分體式專業處理的重要性。冷氣機的水分體式問題通常由排水管堵塞、魯莽污垢累積所致。專業技術處理能即時止漏並延長冷氣機使用壽命，使冷氣通即日專人快速上門，深層清潔讓你安心無憂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實用技巧：自行快速處理分體冷氣機的水步驟。步驟1：斷開冷氣電源。步驟2：清潔冷氣魯莽。步驟3：疏通排水管道。步驟4：重啟並測試。如需進一步協助，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分體冷氣機的水常見問題 FAQ： 分體冷氣機的水主要是什麼原因？多數情況下是魯莽堵塞或排水管阻塞引起。分體式冷氣機的水自行處理安全嗎？簡單清潔可以安全進行，但深入維修應找專業人員處理，多久應進行一次深層清洗以避免滴水。建議每年進行至少一次深層清洗，以防堵塞問題。